稅務調查警世系列之不能解答嘅錢。一間開咗10幾年嘅家庭小店，因為一張稅務局嘅信，引致夫妻互信瓦解，而且揭開咗一段隱藏咗多年嘅秘密。而所有一切，只係由一筆神秘現金開始。喺香港，唔少小型商戶每日為生計而奮鬥，而 A 先生同太太亦係其中一員。佢哋經營住一間食品零售店，生意雖然唔算大，但係經過多年努力，終於有咗穩定嘅收入。佢哋嘅工作方式簡單，現金交易、銀行支票付款，所有賬目都如實記錄。A 先生同太太一直相信自己嘅生意照規矩做，冇漏報任何稅項，一切都係正常。直到某一日，一封嚟自稅務局嘅實地審查通知，打破咗佢哋平靜嘅生活。面對突如其來嘅稅務調查， A 先生無所畏懼，認為自己冇做錯任何事。結果調查過程出現咗意想唔到嘅問題。稅局人員審查 A 太太嘅個人銀行記錄，發現佢每星期總有1-2筆完整嘅現金，大概2000到5000蚊存入銀行。而呢種情況已經持續咗3年幾。表面嚟睇，呢筆一定係營業收益冇記錄喺公司賬簿裏邊。稅務人員當然俾機會 A 先生同佢太太解釋，但 A 太太就乜都唔肯講，因為咁樣兩夫妻喺稅局裏邊爭執起嚟。因為呢筆唔清唔楚嘅神秘收入，稅局當然對佢哋發出額外利得稅賬單，並且對 A 先生同佢太太罰款。A 太太忍唔住，瞞住老公揾我哋事務所幫手，情緒崩潰咁講出真相。原來啲錢唔係營業收入，而係佢細妹喺夜總會做舞小姐辛苦賺返嚟，交俾家姐保管。我哋幫佢準備好資料，再交埋佢細妹嘅解釋信，向稅局詳細交代。結果稅局認同嗰啲錢唔屬課稅範圍，唔使補稅，唔使罰款。最後皆大歡喜，只係多咗筆會計師費用。稅務審查唔一定係壞事，但一定要有人幫你講清講楚，揾啱專業稅務代表，救你脫離苦海。